大家好，張木頭房地產經紀小林啊，今日介紹俾大家嘅呢套咧係雅翠花園第4期嘅一個景趣居嘅，屬於係半山位置一個單位啊，但係唔使擔心，我呢邊係有電梯直達山頂呢個位置嘅，而家係我哋全新嘅一個電梯口啦，啱啱換咗係大概1年到嘅一個時間嘅，我哋睇睇呢個單位位置啊。上嚟呢個花園小區咧，呢邊係綠化比較齊全嘅。呢個山頂位置係一個圓形嘅建築物嚟嘅。而家呢邊睇嘅單位係比較新啲，大概去到07年起嘅一個單位，所以係相對其他會比較新少少㗎。睇睇單位嗰邊咧，上到嚟單位呢度咧，睇到我哋整體嘅景觀係非常之靚仔啊！對住我哋山景，朝正南向一個單位係非常舒服，採光一流啊！睇到我哋而家係11點鐘時間，踩到我哋露台㗎。整體一個，因為係樓梯單位咧，佢嗰個公攤係絕對非常少嘅。睇到房間淨60零個方，實用空間啊，去到電梯嘅80個方㗎啦。呢邊入戶啊，就有送嗰個鞋櫃空間。然後我哋廚房位置咧，因為業主前期有更換過，而家保養還 OK 㗎，全部都唔使再換啊，新新淨淨，直接拎包入住嘅一個狀態。保養先非常之靚仔。仲要呢個咁嘅空間感 OK 啊，60零個方，而家總數 total 30出頭，搞掂。廁所位置都做過，做咗乾濕分離嘅一個空間㗎啦。而家係整體房間淨65方，但係實用真係去到80零方 ，OK 㗎。主人房呢邊咧，大型嘅一個飄窗，而家放咗1.5米嘅一個大床嚟㗎，整體空間咁你睇得出嚟 ，OK 啊。而家樓頂係3米層高咧，所以空間咁非常之舒服。整個呢邊有個大衣櫃㗎啦，呢邊仲可以放個梳妝台 ，OK 啊呢個單位。而且雅翠花園咧第4期係非常之適合一個香港人翻嚟，因為步行可以翻到屋企嘅一個位置。而家客房呢邊係朝北向嘅，帶飄窗。而家係1.2米嘅一個床嚟㗎，仲可以放1.8米都冇問題。而家我哋總數 total 30出頭就可以搞掂㗎啦。呢個位置地段同埋一個綠化環境咧係非常靚啊！有興趣我帶你嚟睇睇。